件咧就同 AI 有關，同投資有關，亦都個主角咧同專業人士有關，同埋咧佢啱啱啊踏入人生嘅黃金嘅年代啊，就係50歲，係應該咧就係喺人生嘅經驗啦，同埋社會嘅閲歷啦係夠嘅，係，但係都俾人啊！今次咩事？因為在於一個貪，記住騙徒嘅橋咧係有好多方面嘅。對住啲譬如話冇乜學識嘅人咧，即係牛頭角順嫂，係啦，就用牛頭角順嫂嘅橋。對住啲專業人士咧，就用專業人士嘅橋。係高明好多嘅。咁啊，講翻呢個男事主咧，就係50歲嘅，因為職業就係男會計師。咁啊，案發嘅時期就喺舊年嘅3月到係今年嘅1月。呢個男會計師咧，本身咧任職一間海外嘅投資公司，做一個營運嘅總監，專業嘅人士，主要負責啲乜嘢咧 ？AI 啲新興行業嘅投資服務。哇！咁啊，真係專業人士嚟喎。就食正個主題啦，你見到美股因為 AI 又升，舊年咧就係港股因為 DeepSeek 有 AI 又升，所以即係 AI 呢個主題咧，好似變成咧點石嘅一個點石成金嘅個案嚟嘅。哇，係啦。咁啊，原來咧就係數翻啦，呢個男事主咧喺5年之前，喺2020年咧去到遊艇會，啲高尚人士出入嘅地方，佢識咗一位男人，呢個男人就話：哇！我咧就可以幫你啊！如果你拎500萬美金出嚟咧投資嘅話咧，投資咩啊？嗰陣時滴上市啊嘛。係啊，滴出行啦。我有方法幫你攞到啲優先股上市之前攞定啲股份。咁啊，呢個有特殊嘅渠道。嗱，你係專業人士，你知滴一上市就掂㗎啦。咁啊，佢咧就係最初就抱有懷疑嘅態度啦。喺5年之前，咁啊以為呢個特別嘅渠道咧，咁啊佢就係都保持呢聯絡。咁喺2025年嘅3月咧，咁啊呢個男人又打電話特別渠道啊，喂啊會計師嚟緊咧有一個好正嘅投資機會啊 ，OpenAI 啊，係嗱嚟緊大家知上市，一上市就嘭上去噶啦。嗱而家但係佢2025年3月喎，就係你未曾正式上市之前，我就幫你攞到股份啊嘛，係咪？呢啲優先嘅股份咧，先至攞得平啊嘛。等佢上市啊，已經好貴噶啦，係啦。喺上市之前，我幫你攞到股份，喂掂唔掂先？正唔正先？嗱正嘅話，我介紹咧一位咧就係經理俾你識，咁啊即係呢個投資組合經理咧就係經過視像會議咧，就係同呢個特別渠道，跟住咧再同埋呢個會計師3人開咗個視像會議，跟住嗱買唔買先？嗱有買趁手啊，行過路過千祈唔好錯過，投資 OpenAI 等佢上市就好貴，而家你肯投資咧一個信字，信我你攞到 OpenAI 嘅股份你就贏緊噶啦。咁同埋咧你就知道 OpenAI 係勁啊嘛。係啊，會計師就覺得喂今次機會難得喎，上次坐滴滴出行又賺咗，今次難得 OpenAI 千年一遇嘅機會。如果上市之前我攞到股份咪掂咯，咁啊表示咗濃厚興趣啦。咁啊嗰個嘅特別嘅投資組合經理咧就即刻 send 個 email 係啦，俾個會計師睇。會計師睇完之後咧係咪真㗎？你 send 過嚟啲嘢又似真又似假。fact check 咯 ，fact check 啊！咁啊，經理，你可唔可以證明你真係攞到先？咁啊，經理再 send 啲嘢俾佢啦，佢就咧補發咗咧係美國公證服務公證員公證嘅文件，再之俾啲文件佢睇啊！嗱，我啊真係啊係內線人士，有特別渠道啊，你要唔要啊？嗱，睇清楚啦。咁啊，專業嘅會計師，佢亦都係識嘢嘅，佢睇完啲文件，佢又信咗。亦都覺得，咦冇喎，佢都俾埋我睇啦，仲有假嘅咩？關鍵就喺呢度啦。究竟呢啲文件嗱，我相信都會係真，但係講嘅嘢係咩嘢咧？裏邊究竟係咪一廂情願咧？同埋公證公司公證行發出嚟嘅文件，只係證明呢個文件嘅係正啫，即係或者呢個人喺度再出現嘅啫，係咪啊？我曾經咧，知呢個個案裏邊咧，呢個會計師咧就見到，咦人哋咁有誠意啊，將啲文件俾埋我啦，我又自己好有濃厚嘅興趣去投資 OpenAI 喎，唉咁啊應該都唔會呃我嘅，係啦，咁啊信以為真啦，喺2025年嘅4月咧就係聽話啦，係嗱將呢啲錢咧入落嗰戶口，將呢啲錢入落呢戶口，咁啊透過幾次咧呢個操作咧就入晒錢落去，跟住咧個經理咧即係特別渠道嘅經理話，除咗 OpenAI 之外咧，喂仲有大把好世界喎，沈生。有冇興趣啊？嗱，
OpenAI 嚟緊啦，等佢上市啊，你啊賺到盤滿缽滿啦係啦。喂，嚟緊我仲有幾多 project 有冇興趣？哇，咁啊，因為以為喺人生去到黃金嘅年代係50歲，今次仲唔係可以敲跛腳退休，大把錢使咯喎。但可惜時間一路咁過去，係去到今年1月，呢個經理，即係呢個投資組合嘅經理，係即係呢個可以話俾你聽，可以有特別渠道買到 OpenAI 經理，突然間人間蒸發。係咯，點解咧？跟住佢公司嘅網站以前都上到㗎，突然間都係，咦404睇唔到，哇咁多嘅巧合出到嚟，跟住咧個事主即刻打翻咧喺遊艇會認識嗰個特別渠道嘅投資者啦，嗰個人啦，喂特別渠道，喂點啊個經理揾唔到人喎，跟住嗰個特別渠道啊，其實我都揾唔到佢喎，喂嗰個呢個咁嘅經理點算啊？不如你試下報警啦。係啦。哇！特別渠道叫翻呢個會計師去報警。係啦。咁啊，結果損失幾多啊？經過今次嘅個案，呢個事主任職嘅投資公司，即係佢未必係幫自己投資，係幫埋自己嘅投資公司去投資。係2200萬港元。係以為一個特別嘅機會，以為可以快人一步投資 OpenAI，點知呢個特別嘅渠道就俾人坑咗啦。咁啊，呢一個個案呢，即係證明到有一樣嘢，無論你係有專業人士嘅背景，又或者你係自己對投資方面呢，以為已經我做呢個投資嘅公司，做呢個 COO 營運總監㗎啦，咁啊亦都好認識 AI，咁但係可惜一個嘅貪念，以為係特別渠道攞到啲資料嘅話呢，就係可以成為結果就係受害者啦，受害者咯。咁啊呢個嘅個案咧就係俾大家一個警示啦。就算你有幾專業都好啦，騙徒咧都係有方法咧係捉到你嘅心理，係同埋知道你嘅喜好，係啊，投其所好，你先會落答。冇錯。